洗手，洗手，加油，要鼓掌，你洗手干啥？干到了，干到了，干么这呀？姑，你们那些人来，照顾人才就靠那些人了，你朋友搞啊，我们回来就靠人才了。我们那些呢哈，干么那别那个不呀？哎呀，干么看着没啦吧？我们好着没拉萨，就是那个嘛，烧车那个么？不是嘛？没嘞，我说那个没嘞，我得车那个么？我上去人家拉车不易的，我去整人嘞。只要我到过对了。可是叫我别捣鼓哎。他保证多呢。